我想你们也该来了。金、紫藤换。那个鬼狐大人，其实我们是想知道。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有样东西我要先交给你们。其实早就该给你们了，好在现在也不算太晚。金、紫藤换。经过这段时间，鬼天盟已经完全接受了你们，戴上这个面具吧，你们已经是我们真正的一员了。我真的可以吗？我不要。金。哦，为什么呢？鬼天盟倒是了解我们了，但我们对鬼天盟的了解还不够呢。是吗？我还以为鬼天盟的理念你们已经很清楚了。先别说那些了，现在我们最想搞清楚的是，百死百生行动是吗？没错。鬼狐大人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满，只是现在鬼天盟的各位都在忙着那个百死百生的大行动，只有我和金还对此一无所知。我们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努力，多少能帮上点忙就好了。原来如此，其实我也并没有打算隐瞒你们，只是最近的事情有点多，没有找到好的时机罢了。百死百生行动在鬼天盟中并不是什么秘密，相反，它是鬼天盟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备的终极行动，也是每个鬼天盟成员最大的希望和目标。作为鬼天盟的一员，你们当然也有资格了解这次行动的真相。终极行动，百死百生，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，百人死亡，百人生存。要活下来的百人，当然是我们鬼天盟的，而要死去的百人，你们觉得应该是谁呢？哎，我哪知道啊？100人？难道说是指排行榜上的？不错，我们的目标正是要打倒这积分排行榜上占据前100位的人，将淘汰赛的全部名额都掌握在我们鬼天盟的手中。打倒排行榜前100位的所有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整个鬼天盟至今为止无数次的合作狩猎、磨练技巧、收集情报以及积攒实力，都是为了如今的这一刻。而且，其实就在此时，我们的行动已经开始了。是你们！这些没脸的家伙，有本事来点他！
正如你们看到的，所谓的百强并非不可战胜，只要充分掌握了他们的情报，针对其弱点寻找适当的时机，再加上我们鬼天盟的团队优势，要打败他们也不过如此。好厉害！照这样下去，说不定真的可以。可是总感觉这种鬼奇加群殴，难道不是坏人才会用的做法吗？如果拼上自己的性命、尊严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战胜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这样也算坏人的做法，那这个坏人就由我来当好了。鬼天盟的大家只是按照我的指示在战斗，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不，鬼狐大人，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鬼天盟的所有人也都是心甘情愿替您调遣，我们绝对相信您。鬼狐大人，请让我也加入行动吧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战斗的。放心，会有需要你的时候，紫檀幻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力。金，你的力量，接下来倒是可能很快就要用到，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哎，我？莱娜，你和紫堂先回去吧，我要和金单独聊一会儿。是，鬼狐大人。我们走。感觉到了吗？自己和天才之间的差距。记住这份不甘吧，然后将它变成自己追赶的动力。否则很快你就会发现，自己已经完全看不到他的背影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您，莱娜小姐。你不需要感谢我，我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。You're the purpose, so I feel